张小凡，余都一别，想不到你的功力增进如斯。看来，天书在你身上，还是起到不少作用的。先生是来给鬼王当说客的吧？有什么话，直说无妨。必要处处维护于你，宗主想取你身上天书，却迟迟不能下手。看来，只有我来代劳了。放开我！碧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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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碧瑶！小池，咱们这女儿的性子，如你当年一般，该怎么办？我修为太弱，就算过去也是拖累你。我把这个伤心话记在你身上，替我保护你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能陪着你。不要再为我耗费灵力了，我功力大损，已经保护不了你了。你还是赶紧跟他们走吧。姐姐，你何时愿意离开？你耗尽数百年灵力为他疗伤，早已仁至义尽。鬼王宗捅出的乱子，须得他自己收拾。如今我派侍卫，那些名门正派，随时可能打入护旗山。你还不走？姐姐，人王他只有我了，我必须留下来照顾他。小池，你此番好色，需要潜心修行才行。若不潜心修行，来日你的命数将不会长久的。那不正好吗？我与他能这辈子在一起就足够了。姐姐，你走吧。姐姐，你带着我们的族人去找一个没有争斗、能安生过日子的容身之地。走吧。
刹那间，便是永劫。当年你若是听从小白的劝告，不嫁给我，或许现在你还活着。与你在一起的那些年，是我此生最快乐的日子。若这一切可以重来一次，我宁愿与你分别，就这样远远地看着，远远地看着你。
姐夫，你对碧瑶做了什么？不过是一点记忆，将他脑海中关于张小凡的一切